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利用早上来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章。肉体是客，心是主人。肉体是客，客就好像客人一样，他是有来有去啊，有出现有会消失啊，就是客人啊，他不可能长久住在这里啊，所以这叫做客。心是主人呢，心是你住在这个肉体里面的那个心，是你自己本人，你能够判断是非，选择好坏，这个叫做主人嘛。主人能够拿定主意，选择好跟坏的，对不对？对你有利的或者有伤害的，你很清楚。这就是主人。肉体虽死，虽然有一天它断气了，四大分离一样，一口气上不来。你死了，肉体会死哦。人本来就是有一天身体衰败啦，呼吸上不来咯，我们人要跟世间的因缘结束咯，肉体就死了。但是慈心不死，但是你的心，真正的你自己这个灵魂是不会死的，永远不生不灭的，不增加也不会减少的。那才是这个心，就是你的灵魂。临终之时，随其心念，应其方所，投身其处。说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刻，人总有一天一定跟这个世间告别嘛，我们要离开了。随其心念，随着他心里面的念头，应其方所。那个念头是什么念头？有的是贪心啊，贪你就会去贪的地方。你嗔恨心，你这个心念很在意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不解决，我心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牢牢的记住在内心深处里面。那么你的心念在你要离开的那一刹那，肉体要离开，那个心念会浮上来，浮上来你就跟着你最在意的那个地方，你就跟着走了，啪一下子过去了。所以各位修行的重点在哪里？是什么都很清楚知道那个是假象，世间好像演戏一场，所以你不要去太在意，不管好也坏，是对你有利对你伤害的，一切都放下。各位，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重点。你的心念有时候是嗔恨心，有时候是疑痴心，有时候是骄慢心，有时候是怀疑心，这些东西都会对你很大的障碍。因为你的心念一起来，你会跟着这个心念一直跑，一直走，随其心念，应其方所，就相应了。相应去哪里？你应该去的地方。嗔恨，你嗔恨就到嗔恨地方。贪心，对钱财很贪心，永远都放不下，你很在意这个，啪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你对儿女放不下，你那个灵魂一下子就到他身边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投身其处，自然了，你就投胎转身在那个地点了，随着你的心念就过去了。所以你看多恐怖啊，多可怕啊！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关系重大呀！所以你看你的心念到底如何，那个时候如果清净心是多么重要。若其心念，如果说了你的心的念头是怎么样？是忆佛念佛，我是在想佛的，我时时刻刻念念不忘，我是在想佛的。然后我也念佛，我要念佛做什么？我要解脱，我念佛要成就，我要到西方。好，你忆佛念佛，你的心念是摆在这里的话，那么一念之间就身已净土。一念呢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啪，阿弥陀佛一定放光普照，马上把你接引，然后直接往生西方，花开见佛。你看这个就告诉你重点，各位有没有重要啊？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有一种认知，你的知见不能偏差，我们一定心胸要开阔。对这个世间来来去去有生有灭的东西，是个希望不实的东西，你一定要看淡，要平淡一点，不要太在意，不要执着，不要贪求，不要去占有它。如果你能秉持这种生活的理念、生活的态度，各位，你自然在要走的时候，那是非常惬意的，没有任何障碍的。你的心不会为那些外面的事情困扰的，你自然就能够看破放下，直接就跟着阿弥陀佛走。你平常什么东西也在意，这个我在意，那个我在意，这个我要贪求，这个一定要符合我的期待，你一定拼命的在这一方面用心啊，处心积虑的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到时候你的心念就一下浮上来，一下子就出现了，这叫做心魔。
新的魔障就出现了。心魔一来的时候，你要去吗？那个魔就好像一条绳子，把你牵绊住，把你的手脚都绑住了。你要走哦，太不便利了啦！各位，你们听明白没有啊？所以这一章很重要。如果你观念对，那么你好好的一心忆佛念佛，我们就超脱这个五浊恶世，往生西方净土，功德无量。阿弥陀佛。